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群妹，大家就伫阿群妹同好煮菜、同好做料理。古时候啊，像我要去买菜的时节，没想来问一下大家去买菜的时节要去哪片买？没丝虫啊，就会超级丝虫啊，错冇？不过大家买咗起步价嘅一条菜，大家有想过一条菜係马啥种出来嘅，係用嘅种出来嘅冇？大家可能冇辦法懂了解呀貴嘅過程。故所今日節目當中，我來同大家分享下啲苗栗公館，就係阿 Q 妹嘅老母有一間友善小鋪。這間友善小鋪呢，佢底部賣嘅東西全部就係友善，含個盡量都係菜地嘅農作物農產品。故所今日節目當中，就來同大家來小結哦，細細嘅來分享今日節目地度有請到嘅來賓來分享，就是友善小鋪嘅發起人淑慧姐分享。大家好，我是苗栗公馆的蜜枣居陈淑慧，很高興今天來到節目。好，歡迎淑慧姐來到節目當中，我來同大家來分享哦。接下來還有另外一位來賓，係共用啲苗栗做呀友善耕種嘅農友來分享，美文霞美姐分享。大家好，我係苗栗嘅新橋美文霞。好，安子生，歡迎兩位來到節目當中，來同大家分享一件很特別的一個友善小鋪。因為其實，對我苗栗啦，苗栗市基本上就東少暗用嘅店面，更何況是公館，苗栗市就已經很少了。韓國一間店面還有一些非常特別的特色，比如說它符合環保，底部嘅東西係冇包裝，沒有包裝的，是對，所以我想問一下淑慧姐，你怎麼會覺得苗栗公館，怎麼會想在苗栗公館開這樣子的一個店？為什麼你會覺得苗栗公館有這樣子的需求呢？我是大概11年前嘛哈，那個搬到苗栗之後啊，那其實我們開始做這個有機。開始之後就發現很多人問，那在地我們連自己要吃有機都不知道在哪邊買。因為苗栗市，也係講苗栗公館也有所在，係講有開一間有機的店的話，其實大部分人不會去有機的商店裡面買農產品。對，在苗栗人的習慣，對不對？對，大家都在自己種菜。對，自己種，然後反而自家種到有機的東西，去賣到配給都市啊，賣到台北啊，對不對？其實是有點這樣子的情形。對，那剛好因為我們在2011年的時候，就是有做了一個川龍豆腐。那時候後來川龍豆腐很辛苦，做起來之後就發現，那街上只有我們一家店，那其他旁邊房子都很老很舊。那我們覺得這樣一家店也沒有意思，有沒有機會能夠讓這裡的老房子也可以有一個好的用途？它大概你們這間友善小鋪開設的位置是在哪一個地方？它在那個台6線24公里的那個地方轉角，就是在那個福基派出所。對，因為這片其實淡淡，大家都會看一下相片。這附近的其實淡淡真景係老屋，都是一些老房子，然後可能也就是平房1層樓而已的那一種矮房子。或者你想講第這片再開一間這樣子的友善小鋪。對，那時候想說，很多年輕人想要回到鄉下，可是不一定每個人都種田嘛。對。那時候想說，老房子可以整理起來，讓它重新活過來。那剛好，隔壁中藥房他說，他這個房子要租，我們就趕快把它租起來。哇，所以就建立了一間友善小鋪給店妹。非常特別，韓國底部係沒有包裝哦，冇包裝。要知道，雖然很符合環保，大家也一直都想做這件事情，不過其實有一些困難。我想象的一下，比如講黑咖斯講，我今天要進貨，我連進貨的東西都不能有包裝，這已經是一個困難了。再來第二個困難，你賣出去本消費者嘅世界，消費者沒有辦法拿到一個包裝的東西，等於說他自己要拿包裝的東西來裝，拿容器來裝，對不對？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我們其實想，小時候大家都看過像那個柑仔店台語講柑仔店。對。那其實我們覺得現在都市人很可憐，因為你被強迫，你一定要買它規定的包裝，為了安全啊、衛生。對。但是其實我們買了太多我們根本吃不完的東西。
然后最后在冰箱里面。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那应该可以来一个裸卖。裸卖的方式，像以前的干妈店。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小铺嘛哈，它的门牌号码就是福基村94号。哦。所以我们就是一起帮忙这些年轻人，他们就说，那就叫做就是友善小铺。哦，刚刚好是取一个谐音，94跟就是就是，对。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发想，那一定要卖我们苗栗在地的，那这个季节才有的。那我们其实很多这个哈卡的这个手工的很多腌制啦、加工啦，那个尤其啲公馆的，对，公馆非常多农民呀，对，中马家家都有，对，所以就想那就这样子，所以我们特地去找了很多那个透明的玻璃瓶，密封比较好的，然后就跟打了很多电话给苗栗的农民说，你有做有机，你有做友善，然后就请他们可不可以东西拿来这边卖。哇，所以其实单枪大天发，其实你自己也会去走访这些农友，看一下他们种植的环境嘛。其实我是一开始发想这样啦，但是事实上后来是好多位我们这些就是喜欢农村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在经营。所以现在我们的店就是每个星期6日开。那很多一开始我们就去收集了很多可能大家回收的这些玻璃瓶啊，那纸袋啊什么的。那慢慢很多人像在我们苗栗市啊，很多人就他觉得很喜欢这样店，所以他就自己带他的容器来装。好棒哦！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样很好，你不用花很多钱，你就可以买到有机的食物。所以我们说我们是一个铜板价的有机店。嘿啊，古时候苗栗有暗用嘅店面，阿群会吃到汉一百听说爱去看看啊，一定要去走走看看。不过呢，你今日当我一位来宾，其实阿群会对佢非常的熟悉。同熟识做嘛该喏，因为其实梅姐喺啲头摆我嘅初中、高中嘅學校順風開一間美術社，對不對？對。唔過嘅從來唔定原來你們有啲嘅種友善港中，故說你很用同淑慧姐他們認識的，怎麼結緣的，跟這一間友善小鋪。是這樣，我在苗栗做美術社，那跟聯合大學有很大的接觸，那跟他們的設計學院的學生非常的互動良好。梅姐的美術社應該工作的係苗栗算係輕專業嘅這個美術社了，不管是你要什麼樣的紙啊、發圖嘅紙啊、美術用嘅紙啊，也係講發強嘅呀的，全部都有，非常的完善，所以會跟聯合大學的學生會有密切的接觸。對，那我們經常會，我自己也蠻喜歡做一些小甜點之類的。那做的時候，我們分量就會多一點，然後送到學校去跟學生分享。好幸福哦！希望說學生都是外地來這裡求學的，那在地可以有一位像鄰居阿姨一樣的阿姨，可以照顧他們、招呼他們。對。那在互動的時候，我們有些時候學生需要的用品是材料比較大。那危險性很高，攜帶的時候，那我們就幫，對，有時候看到學生車禍也是蠻心疼的，那就此我們就開始送貨，他們做群組的點貨，我們幫他送，那互動就越來越好，就像家人一樣，他們都不叫我老闆娘，都叫我板娘，他說老字要去掉。工作感情濃厚，對。然後後來他們前幾年有開始有一個年輕人的農村回遊計劃，那政府這個計劃實施之後，郵建植物系的學生做第一批的跟農村交流，然後在94小鋪這一段是由工業設計學生，那他們加入的時候有跟我們聯繫，希望說我們是不是他知道。老闆老周，他們都叫得很親切哦。就黑牙露骨嘛，對不對？周大哥他就說，老周有種菜，有機蔬菜，那是不是可以來這裡跟我們一起參加他們的開幕式？那我們就過去，那發現了很多學生都是我們所認識的，然
然后就这样我们就结下了这个好的缘分。加油这个学生的农村回游计划就认识了这个友善小铺，然后就穷下。不过其实两个都有啲嘅种东西，种港种，故说同大家来分享一下，nhà到种嘅东西有哪到？大致上一年四季有种了哪一些农作物？我们就是夏天的时候是红枣，然后到冬天的时候主要是有一些洛神，那主要是杭菊，然后再来在就是春天夏天的时候有桑葚，对，所以都是果树为主，果树类的。对，那梅姐呢？梅姐喺牙肉谷啲嘅种，不过牙到太体有种那条东西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大部分都是短期叶菜类比较多，刚好错开，所以可以合作。我们在夏季、春季、秋季的时候，我们种了一些小白菜蜜雪儿小白菜、奶油白菜、黑叶白菜，然后还有小松菜。然后青 A、甜 A， 对，很多，然后再加上最近的一些苋菜、白苋菜、红苋菜、小黄瓜、大黄瓜，还有水果小黄瓜，很多很多。其实我们一开始是想自己吃，然后越种越成熟越多，然后番茄。那在冬季我们有加了一些元素，就是洛神花，好，然后玉米，那。另外有一块地，我们现在在种红枣，也是由有机耕种开始，但是这个大概要2-3年后的事，要一段时间。对对对。故事吼，今日我来同大家分享的都係遊山港中，所以今日還有呢條故事，休息一下，等下再過來同大家分享哦。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仲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學遊山小鋪，韓國係開到苗栗公館，非常嘅特別，韓國盡量用環保，韓國用在地嘅食材來開一間小鋪。故所希望大家有閒嘅時候，就去行行聊聊看看啦。今日啲節目當中有同大家來分享到學兩位來賓，佢哋自家都有種到遊山港中，甚至有機港中嘅東西。今日就要來同大家分享佢哋嘅好米絲。故說今日阿群妹我選擇的係內瓜，剛剛梅姐有講到吼，內瓜有分2種小黃瓜，一種是水果小黃瓜，一種就是一般的小黃瓜。先請梅姐同大家來分享一下水果小黃瓜跟一般的小黃瓜外表上面來說，怎麼來判斷？一般小黃瓜瘦長型，大家應該通通在市面上可以看得到。有，我手上現在有2種。水果小黃瓜就是矮胖型，這個對，矮胖型的就是水果小黃瓜，然後它的外表也比較光滑一點。對，比較光滑，然後這個上面就會可能會有一些刺刺的，比較多刺。對，越新鮮的刺越尖。哇，偷偷跟大家講了，稀釋蟲買嘅時間，對，要注意這個。所以刺越明顯的是表示越新鮮。對，剛採收。原來是這樣。古時候2種食起來味道冇共樣，對不對？不太一樣。對。那接下來就要來同大家分享好米絲了。我手上有2種小黃瓜，這個應該是水果小黃瓜。對。對。哦，它其實看起來嘅切面就會覺得它的水分好像比較多。對。很脆哈，而且它吃起來比較甜的感覺。對，像可以當水果來吃。它可以當水果來吃，然後就是一般的小黃瓜。梅姐，你們一般的小黃瓜也很脆，也是非常脆，而且其實那一般的內瓜，我知道，用有機種植或者是友善耕作，讓它越自然嘅豐盛來成種，按用嘅生內瓜，吃起來嘅味道不會有那種很重的澀的味道。對，因為有想是你那不會超級市場買一般慣行農法種植的，它有時候成長速度太快了，你會吃到它有一點澀的味道。不過像比如講，我媽媽沒有這個種按用嘅內瓜，吃起來就是它植物最原始、最天然的味道。非常好吃，好吃。謝謝。我說唔單止比較好吃的內瓜以外，其實每一件還有另外啲嘅做樣農產品嘅加工，比如講像是辣椒小魚乾醬。這個辣椒小魚乾醬是你自己做的，自家做嘅。這麼可不可以有亞烘產品哦？
因为呀，我先生种的辣椒某一斗，然后原来是先生种的，要批发出去又太少，自己吃又太多，对，那老是把它放在冷冻库也不是办法。后来就自己研发一下，加上一些花椒，就变成了麻辣小鱼干，好香哦。它最主要是我们把农产品可以保存它的时间比较长，而且然后再加上可以跟亲朋好友分享。两个辣椒同萝卜嘅辣椒米头冇共用哎，它多了一种豆香的味道，有黑豆豉在里面，有调丝都底部了，而且那个辣度度厚。非常刚好，古手鸭就会你要的气嘎做出来，算是招牌了吗？对，好好吃哦！用气嘎肉宫中的辣椒味，韩国拿来做暗用的这个加工品，对不对？非常棒，好好吃哦！谢谢安子 C。对，古手鸭它身体美姐给。今日阿舅我亲友客户，接下来还要来是我们淑慧姐的凤州。对，凤州其实头版没有来过，福起来同大家来小姐。你还得给凤州，不过现在有特别的产品，而且他们的名字很特别哦，用来看起来 Q 用，但是虽然看起来都是红枣干，不过吃起来不一样，对不对？但这样子的红枣干，一般低 no boy 看到就会可能是晒得更干一点，然后颜色更红一点，拿来补铜啊，那个吃补的时候要用的，要黑狗拿来泡茶，但是淑慧姐，你要得跟用途好像不太一样哦，对。其实红枣它一晒太阳就红了，对。但是很可惜的是，红枣它含有很大量的这些维生素，可是你们的红枣干吃起来怎么是硬的？对，它就是我们想说利用这个比较其实少见的比较特殊的冷冻干燥的技术。那它的好处是，它从水果新鲜的时候就把它的所有的营养锁住。那当时其实去年会做这个事情是红枣采收的时候都是夏天，台风还有雨水多的时候，所以其实红枣农民很辛苦，他就是树上很多结果，可是他不知道今年能不能收成。而且你们种有机更困难。对，所以后来去年因为这个裂果多那觉得这样好可惜哦，明明是那么好的水果，所以就赶快，虽然它裂开，但是赶快把它采起来，然后冷冻，就让它最新鲜的状态，然后直接去做冷冻干燥。那我拿给年轻人吃，他说这个好吃哎，很特别。对，我们就想到一个想法，原来红枣不是只有补就是吃补，其实它是很好的营养的水果。没错。那我觉得它应该更给年轻人吃。所以才开始想说，应该来换一个方式做加工。你好想你会吃到，像比如说我们一般上班族好了，对人来讲可能你拿到红枣干，你要如果不煮的话，就是你要特别去泡茶，好像有一点点麻烦，吃的也不那么多，来泡一笔茶。青豆用5-6粒差不多了吧？是啊。但是我如果用这样子零食的方式，对，我会很愿意去吃哎。对啊，我们就说这个其实真的是特别要给年轻人吃。那你刚才说它有点硬第一口觉得很硬，那所以我们那时候请那个在地的设计师说去把它做一个包装设计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内包装可以看到就是大大的提醒你里面有籽。对，要小心。凤州跟那个盐很尖，不懂夹，你要小心吃的时候。不过其实我刚刚吃的是2种不一样的商品，对不对？他们分别有自己的特别的名字哦。对，在大暑之前比较青果的时候，它其实比较像青苹果的风味，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这是抢先采到这个好的。那个红枣，所以把它觉得，其实应该说种红枣10几年，我觉得每次采收的时候，觉得有想到很多人生的这种境遇道理其实，
我们在水果很好的时候把它采收，其实跟人一样，你要抢得先机哦，所以就先找到，对，先找到，那找是皱给皱，枣子的枣，对不对？叫先找到，对，先找到，然后其实它吃起来就有点酸酸甜甜，因为它是它蛮暗凶，没有这么成熟的凤州摘下来，对，然后先制作，对，那接下来的，那后来。第二个就是在大薯之后比较成熟，它甜度已经越来越高了。那所以我们把它取名，想了好久，跟设计师讨论，我们决定把它叫做找对了。人生很需要找对了，然后你找对了，你就要坚持它。坚持它的时候，可是你又不能太固执。好，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提醒年轻人，很多事情我们不要太固执，然后一切要顺其自然，但是要努力。好有趣。所以鼓励大家那个找对人生的这个方向。对，而且就觉得用找这个字，替基本单就有那种大家。每次喝甜汤是不是都要放红枣？就是有那种很喜气的感觉，再加上它的名字，是不是很适合拿来当婚礼小物？对，是。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有年轻人，他们这个就会想把它当婚礼小物。先找到跟找对了，好像都很不错。先找到工作，然后找对了，找对工作，找对人都很好。对，古时候我真给黑 T 100是都这样子冷冻干燥方式的红枣，因为我有时候冷冻干燥的其他水果比较讲像草莓，草莓我有试过，不过凤州黑真嘅完全冇试过。韩国我知道凤州係一個冬天撇嘅果子，因為全台灣搶苗栗公共種嘅起來，可能在其他的國家啊，第一種貴啦，沒有啲嘅種類似的紅棗，但是他們我也沒有吃過相關冷凍乾燥的商品。对，古種其實我知道也係一類非常特別嘅東西。對，很特別。所以希望它可以成功，讓年輕人喜歡。沒錯，所以其實淑惠姐唔單槍第一農產品方面非常的努力，尤其是在食農教育這個地方，其實你有在特別推廣，對不對？对，我今天穿的衣服就貓狸小學團，很可愛。貓狸就是我們苗栗對的舊稱嘛。那其實開始也是因為有機會跟台灣好基金會接觸，那知道他們在企業贊助了很多學校的營養午餐，那可是學校裡面都有一個有機田，那可是老師帶小朋友不太知道怎麼做，對，所以我們就後來就跟基金會合作。那從認識他們學校的土壤的性質，那到真正去栽種，小朋友種菜不是菜拿來種下去就好了，然後有蟲就怎麼樣？我們其實在跟小朋友陪伴的是說，讓他認識所謂的有機跟生態到底是怎麼回事。那所以我們經過4個學期的活動了，那到現在發現哇，小朋友對於夏田4個學期已經2年了耶。對呀，夏田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講是一件開心的事情。古時候也係啲苗栗嘅幾間，其中幾間學校。現在有9個學校，那大部分是在銅鑼有幾個學校，銅鑼那還有在通霄啊，還有苗栗市這樣。總共有幾個，所以每個學校有不同發展的特色。像銅鑼可能九湖啦，還有那個西湖是那個五湖國小，那苗栗有新英，那銅鑼還有比較多是興隆、中興還有好幾個學校，還有文峰，他們特別就是洛神。他們發展洛神，所以係針對某區用嘅學校 ，Vicky 有點像是量身打造不一樣的食農教育的課程本嘅掉來學習無。故事其實嘅掉還有很多嘅故事，我同大家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轉來。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總一群阿群妹，家下好，我們的淑惠姐有同大家來分享到，這個食農教育其實對小朋友來講係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那你覺得對小朋友來講，最希望他們透過食農教育課程學到什麼？其實食農很多人以為說就是去採收啊，了解農夫的辛苦。其實它更重要的是，我們讓小朋友從小知道他如何正確的選擇他吃進去的東西。那其實食物作物它是跟
就是人类的历史有很长的发展，所以每学期我们要去观察他们种的就是作物，然后来找出它的脉络。比如说十字花科是全世界大概人类吃的最多的一个作物别，那我们怎么样去认识这个作物？那我们觉得很重要的是小朋友他从小越能够知道对于他食物的越多，那他的选择越多，那他对于世界跟他的这块土地的关怀也就越多。没错，鼓手其实我很开心，第一美丽要到手才台，因为我发现第一都都是突出给世界，我看到的或我认识的植物作物，其实同朋友们嘛该共用。相对的，我会有很多接受新的东西的可能，新的东西的机会。鼓手也还不小朋友懂从有给概念，不过唔单枪安呢，唔单枪淑慧姐有在做这个食农教育的计划，我们的梅姐也有在做特别的计划哦，而且叫洛神计划。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在去年做了一个洛神计划，对，那主要是我们在志工的道路上做了20年，那曾经在三个年头里面陪伴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去上游泳课，那他们的游泳课一定要有志工，要够人数，他们才能向中央申请经费。然后我们在3年下来，我们发现政府对教育这一块非常的用心，尤其在特殊教育。那这些小朋友从国小、国中、高中一直接受不断的职能训练，自我生活的训练。对，那适应了这些环境和能够与人接触，能够相信、依赖和互相的对应。但是出了社会、出了学校之后，他们的行为模式如果没有办法找到好的场所让他们有工作机会的话，退缩的很快，甚至2年就可能退缩回到国小的状况。那苗栗的庇护性工厂几乎很少，没错。那在幼安有面包的，对，他们有餐包的。他们现在也有在种一些蔬菜，但是推的不是那么的好。那另外有一个是香草山养护中心，他们也是另类的庇护性工厂。那我们就跟他们接触上了之后，我们发现小朋友如果能够来跟我们的农场做个结合，是不是可以利用他们的一些经历，然后来协助一些小农的一些事务，让小农在找农工这一块可以少花一些心思。因为其实苗栗的农工不是那么好找，对，因为他部分就是自己种那么一点点，那我要请别人来种，好像也只能请人家来帮忙，他自己也有种田啊，那有喊来老爱天数，所以其实相对的是训练这些小朋友，让他们有办法来天数，可能做一些农事上的帮忙。对，毕竟他们可以做到哪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的洛神花在季节到的时候，请他们来，其实在很简单的工作上，他们很快速而且他们很专心，快他们很快乐的在田野里面帮我们采洛神花，然后在去籽的时候，他们也非常的快速。去籽很累耶，可是他们可以的然后我们就教他把洛神花怎么样去曝晒，对，然后收集起来，可以让他们去贩卖。那我们没有办法知心，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一点点的时间和他们的人力，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计算。那我们就用农作物跟他们分享回馈，用交换的方式。对，然后我们也跟院长这边交谈说，是不是可以把这些东西他们做一个小包装。如果有来宾来做一些捐赠的动作的时候，他们给自己的农作物回赠给他们做纪念和分享。那去年我们这个计划做得蛮成功的，然后后来我们在年中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蔬菜销售不好，因为到处都大家自己田，收割之后在田里面撒一些青菜种子，大家都是分享给亲友嘛，那通路就没有办法做得很好。在过年前，我们就请他们的小朋友把我们2元的蔬菜
送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学习，顺便学习采收蔬菜。虽然他们动作很慢，可是他们很高兴，对，而且希望我们帮他们拍照，让他们带回去给家长看。而且其实我觉得这是他们融入社会非常好的一个途径，而且可以拥有成就感。比如讲拿素烘的这个洛神花果酱，哎，温度要变的蛋糕，就是他们做的这些前置作业都是他们做的。对。哇，姑说阿 Q 有没有听说了吃这款呢？好好吃哦，而且酸腰，但是又不是太甜，非常的有洛神花它原本的滋味。因为我不是加糖哦，加的是那个麦芽，对，我们加麦芽下去熬。有个洛神基本蛋嘅味道，韩国又唔会太甜。对不对？因为浓颜色果酱，清讲的就会皮，因为果酱的其实也不用给统量懂多。对，哇，很棒，而且又会用亚的剔除后高又给亚的小朋友他们来帮忙来做这些前置作业，单枪按呢。其实还有除了洛神之外，还有咸臭，对不对？难道鸭肉骨没有中咸臭嘿？冇啦，咸臭嘿苗栗的咸山。诗坛那边的特产哦。那我婆婆一直在有卖仙草干哦，然后我们就会拿来做夏天的一些凉品。那煮仙草茶，对，然后自己因为妈妈喜欢吃仙草，那我觉得外面的仙草她不太喜欢，她喜欢吃新竹的一家仙草冻。那我就为了这样，我去买来吃吃看，自己就慢慢研究。然后就做出这个他蛮喜欢的口味，我们不加糖，我们在熬煮的过程中加了比较好的冬瓜茶块，哇，所以直接粉嫩的吃。难怪，所以了那个仙草的香味很浓郁，咸臭跟蜜头，不太甜，对，也不需要再去熬煮甜汤，对，因为它本身就是有加冬瓜桶跟米稀了，而且应该也没有加很多，对，一些淡淡的，那适合老人家和小孩。韩国人家他是黑仙草奶豆，黑有加嫩的，对，然后吃起来好好吃哦，很滑顺好吃呀。唔管太黏，黑爱小朋友全部都懂中医懂好。唔过我知道很当个伊咧，懂吃的同太搞了分享嘅黑。其实梅姐做呀仙草冻，唔但像黑气咖不卡饮好生，甚至给他拿去义卖。对不对？我们苗栗有很多教养院、安养院，他们在募款很不容易。那每年像家福中心之类，他们都会办爱心园游会。那我们也没什么好卖的，美术用品也不太可能在现场卖，接受度不高。那我就自己做了仙草冻去卖，还有有时候会做芋头西米露，都是自己做。然后卖的都还可以，但是前面其实梅姐也有提到，你花了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在这个志工服务上面，可以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你投入这么多时间在志工服务吗？因为本身我们是外省家庭，我的父亲很早就过世了，那在退辅会这一块对我们算很照顾。那民国80几年的时候，他们要成立志工队的时候，就问我愿不愿意加入。我说我第一个报名，所以我是志工的1号，应该也是苗栗志工界的第1号吧。资深志工。对，那我们就回馈我们的时间和精神去服务一些独居的农民和老人。那在拜访的过程中，我们也感受到很多回馈，就像有一次大台风，对，那我们知道说他们住山区很危险，要去带他们出来，不愿意。后来雨下来了，真的淹水了，打电话来，老周，我淹水了，我先生就涉水过去把他背出来。那隔天其实社会局也很关怀这个个案，他就打电话四处找人，找不到。那他很怕是被水冲走了，后来跟我们联系上的时候，我说住在我家里了。故事我们单枪种的东西很友善给韩国咩回馈啥费，所以淑慧姐，其实你的故事也很特别。你的 No Boy 来到苗栗，你完全没苗栗人哦，然后你住在苗栗这个地方生活，然后实现你想要当农夫的梦想。你觉得理想跟梦想，不对，现实跟理想的差距在哪里？我们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我们人都是喜欢做自己喜欢过的生活嘛。那其实到农村哦，我们都觉得享受是一个悠闲的环境，可是你会发现这个事情，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投入，它就不会是一个好的生活。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开始去做有机，然后开始能够希望有更多年轻人能够到农村一起来工作努力。那这样它整体好了之后，我们才有这个机会。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我们去经营94友善小铺，然后希望能够带更多的人进来，那我们就会有一个理想好的生活。没错，故事其实像按用嘅理想人生，当当人都想爱过，不过现实会遇到一条困难，不过希望大家听嘅几两三个故事，会有一条感想，会有一条心得咯。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谢谢。没什么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嘅舒快休息一下，穷下来做运动了。